約翰二書。我是長老，我寫信的本兒蒙揀選的婦人，也本兒的子女，你哋是我誠心所寫的，唔單止我寫你哋，所有認識真理的人也寫你哋，因為真理在我哋心內，也愛永遠留我哋同在。阿爸上帝留佢嘅那夜耶穌基督，一定會賜恩典、憐憫、留平安本我哋。本我哋一直生活在真理留上下嘅地步，我真歡喜，因為我哋在你嘅子女當中，有遵從天堂阿爸嘅命令，生活在真理地步嘅人。所以，親愛嘅婦人，我求你，我哋大家愛彼此相惜。我寫本兒嘅，並唔係一條新嘅命令，還係我哋對一開始就兩書嘅，也就是愛。我哋應當遵行上帝所有嘅命令，而哋對一開始所聽到嘅命令就是而哋應當用愛行事做人。有千多未發人嘅已經在世界出現，佢哋公開否認耶穌基督係生做肉身來嘅，呢種人就是未發人嘅，係敵基督嘅。而哋愛惜你，真唔愛實體我哋所成就嘅。反轉會得到豐富嘅報賞，所有唔遵守基督嘅教訓，又偏走去嘅，就無屬上帝；遵守教訓嘅，就屬偏袒嘅阿爸，又屬拉耶。那有人到你哋嘅位去，唔傳達嘅教訓，就唔好接太佢到你哋嘅屋下去，也唔好對佢搶案，因為對佢搶案嘅，就留佢所做嘅條邪惡嘅事有分。我還有千多話愛老二條講，總係我想，無愛用筆墨來傳達。我希望親身去探訪二條，當面老二條談論，本我條嘅歡喜得到滿足。而嘅蒙見性嘅姊妹嘅子女對二條搶案。